防疫强度过强的时候，就引发的一个反弹。那反而没有得到正面的效果，得到负面的效果。这是按一直拢在足注意的一项工作。美国部长陈时中上节目接受专访，针对疫情的状况来做分析。伫节目上尾啊嘛讲到年底敢有可能选台北市长，陈时中讲，萌姐探一个口风我也是很明确讲，对不对哈？我现在的事情最重要还是防疫。伊讲确实有人甲问过，不过即马疫情上重要，嘛影响到伊参选的时机点。那无做成功，其实我什么都不想了。当我们看到出口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来思考或想其他的事情。首都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台北市东部的民调显示，蒋万安上大的对手就是陈时中。民进党若找陈时中参选，支持度是26%，蒋万安39%。另外，市政经验充足、相对较熟手的黄珊珊嘛有买17%。在疫情时期，医师是最夯的，不管是林静怡成功选上立委，或者是国家队的队长陈时中如果投身台北市长选举，这将是一个政坛的震撼弹。虽然民进党的支持者颇为期待陈时中陈部长能够领军来参选台北市长，但目前这个时间似乎还并不是一个宣布恰当的时间。陈时中无排挑选台北市长，国讲这是拍团队战，个人当然嘛真重要。不过只要是团队伫任何时间需要任何人相挺，拢是应该做的代志。伫过年了后上班的第2天，就先替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放风声。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